南投民间的新家国小这个高龄车的社团，参加到南投县民俗体育的竞赛，得到团体组的第2名甲第3名。参赛的学生讲，努力有价值，真有成就感。 南投县新家国小成立高龄车社团，在南投县111年度全民民俗体育竞赛，摕到团体第2名和第3名。小朋友这个都是他们自愿来练，所以就会比较，认真度会比较好。可是他们偶尔还是会碰到有难关、卡关的时候，他们要去克服那个难关的部分。 这摆摕到这么好的成绩，让学生感觉真有成就感。嘛，透过高龄车的运动，学到克服困难的精神，克服那个恐惧，因为你有可能随时会跌倒，然后会受伤，所以应该就是要克服恐惧，然后勇敢面对，比较勇于尝试任何东西，就是可以克服那个恐惧。 透过自发学习，让大位囡仔找到家己的兴趣，嘛促进学校优良的学习气氛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